好，来继续来到台中的雾峰，伫咧上班时间出现一只红面番鸭，阻碍着交通。伊伫咧大路顶乌白卵，赶要上班的汽机车拢错一条，紧急大挡啊，甲闪过，啊，就惊会出车祸。附近的店家是举扫帚，甲这鸭赶去路边。讲若找到鸭的主人，会去互罚款600块。 一只规身躯乌噜噜、面啊红红的鸭，伫咧大路中鸭食噼里噼里四个走丛，骑机车民众惊一条，唔敢骑向前，鸭恰恰条险啊去弄到轿车，轿车乌多摆直直闪，就惊去弄到这只下尾的红面番鸭。就赶快就拿着这个跑，赶快跑过去。这只鸭深头发，清新自在伫咧踅街，唔惊人，嘛唔惊车，走起来车路中，附近的民众惊伊影响交通，就摕扫帚行到路中，要甲鸭赶到路边。不过鸭就是无乖，四界走，查甫人尾啊就甲鸭扫到路边。交通大绝，很多车子都非常快。 啥人倒的鸭偷走出来弄榴莲，事发地点就伫咧台中雾峰，大家为着闪鸭造成交通拍结，加在附近店家出手，甲鸭赶到路边。这是鸭到底是为倒位来的？附近的民众拢讲，唔是因兜饲的。迄天鸭叫赶到路边，就走到无看啥。没人认领的，因为不知道跑去哪里。 警察讲，虽然迄天无接到报案，不过若是有人检举，依照道路交通管理处罚相关会甲主人罚600。不过即马鸭唔知走去倒位，伊走到车路的外面，互大家拢看甲流庆光。 Hello， 我是张新文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